首先登入澳門科學館網頁，揀活動及節目之後，再揀最新活動，揀選2025全澳生物多樣性數據科學挑戰賽，移到下面揀選個人挑戰賽中有報名日期嘅立即報名。輸入與註冊 iNaturalist 相同的電子郵件，確認同意活動將收集個人資料後，勾選是選項，然後按繼續。確認下載及註冊咗 iNaturalist 應用程式後，係下方是我已知悉以上事項到打勾，然後按繼續。如果未註冊 iNaturalist 應用程式，請按下載 iNaturalist 並完成安裝。如已經註冊 iNaturalist 應用程式，請填寫閣下的 iNaturalist 嘅帳號，然後按繼續。請揀參加嘅組別，然後按繼續。如果參與學生組，請填寫學校名稱同埋就讀年級，然後按繼續。填寫中英文名、聯絡電話同埋聯絡電郵。如有其他問題，可以係備註留言。如果你想收一份填寫記錄，記得揀選將我的回應複本寄給我。填好資料後，請按提交。如果參與公開組，填寫中英文名、聯絡電話同埋聯絡電郵。如果有其他問題，係備註留言。如果你想收一份填寫記錄，記得揀選將我的回應複本寄給我。填好資料後，請按提交。比賽日期係2025年4月25號至28號。請記住喺呢啲日子裏面至少揀一日去戶外區域做生物多樣性調查，然後將相片上載到 iNaturalist 全澳生物多樣性數據科學挑戰賽，期待有你的參與。